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林虎尾发生一件人伦悲剧。25岁少年家半暝啊2点外冲入去爸母的房间，先出手甲爸母拍，然后到灶骹拿水果刀啊来堵妈妈的胸坎。49岁妈妈是当场死亡，啊53岁爸爸要甲阻挡，嘛互抬棍啊刀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警消赶到场，发现这个是因家的细汉后生，大学拄毕业，无头路，阁有一个兄哥伫咧外地咧上班。啊，这个细汉后生毕业了后，就住伫咧厝，为着什么原因杀爸母？警方正咧调查。半暝2点外，救护车含警察车来到婚林虎尾这栋透天厝，警察就未去厝内，因为这户发生凶杀。25岁林先生唔知什么原因，他因爸母咧困，走要去因的房间先出手甲拍，落尾走要去厨房内底摕钱来家私甲老母堵胸坎。爸爸赶紧过阻挡，含后生伫咧厝内相拍时，嘛去扑棍啊刀。警消来到现场时，将这2个人送去病院，不过49岁妈妈当伤过身，53岁爸爸着伤无性命危险。啊，太人的后生犯案了后，嘛讲去坐伫咧客厅，叫警察给抓起来。有声音，很大声，很大声。保全公司的车呀。母子会吵架吗？还是？还是跟这刚有什么状况？隔壁讲，这口罩生活正常，爸爸敢若是伫咧做保全，会使保全公司的车转来。嘛讲事发迄暝，确实有听到关机烧亮的声音。警察初步调查，这口罩4个人，大汉后生伫咧挂地厝，太人的细汉后生大学当毕业，无头路踮伫咧厝，含爸母带做伙，无情好。所以当时是为着什么代志，含爸母伫咧冤家？警察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